風繼續吹慢啲，前面快馬川河迎區白衫中間啊，外邊堅有力，禁區永騰外邊走咗上去啊，內藍啡色衫第6位有官萬物啦，外邊白衫啊架勢奇葩啦，馬林中間藍衫呢，仲有呢隻就街福區，出邊啊堅闖啊，後邊5匹馬啦，耀昌盛世超眼光，尾3紅衫飛騰追喎，尾子呢就整蠱專家暫時墮後，仍然係風繼續吹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啦，前面呢都仲係天時明區就大放嘅，咁啊跟住喺第2位就川河迎區啊，咁啊再見到第3位嘅馬啦，咁啊中檔有金區永騰啦，外邊架勢奇葩冚上去啊，中間堅有力俾人壓住咗嚟跑喎，出邊追嘅馬有堅闖啦，埋邊呢仲有官萬物啦，最出嗰邊啊風繼續吹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天時明區仲有1個馬嘅優勢，川河迎區係第2位啊，金區永騰呢，咁啊中檔追緊上嚟，入邊仲有堅有力，出邊架勢奇葩大外檔風繼續吹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天時明區仲有少少優勢，金區永騰越逼越近，兩匹馬相當近啊，埋邊天時明區似乎都好有機會一放到底啦，金區永騰外邊追，咁啊曾經俾人壓住嚟跑啊，入彎嗰